先戴上保護耳罩，用衝擊鑽喺牆上鑽2個窿，然後剪開膠粒，使用錘仔將膠粒釘入牆壁入邊，剪走多餘嘅膠粒，使用電批將掛鈎鑽上2個窿入邊，然後用螺絲批將螺絲鎖上。將裝有物件嘅袋掛上去掛鈎上面，試下將更重嘅物件掛上，連個電鑽都掛得上啊！成功咗啦〜